以后还要约我太太，是不是要事先告知我一声？顾小姐的行程应该有她自己的安排，毕竟她也是个自由的人，对吗？就是你和尹思辰的协议。协议？什么协议？思辰，你怎么来了呀？顾西西，这句话应该我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莫先生，和我太太很熟吗？尹先生，本人很荣幸和您太太在初中时是校友，前阵子又因为一些别的事情有过了一些交集，所以这应该也算是一种不解的缘分吧。对，莫先生是我中学的学长。之后我们因为一些爱好就成了朋友。这次我们约的是漫画，正好这里有一个漫画展。漫画？什么漫画这么好看，要约到这里来？是一部……顾西西，你闭嘴！莫先生，以后还要约我太太，是不是要事先告知我一声？我很抱歉，不过顾小姐的行程应该有她自己的安排，毕竟她也是个自由的人，对吗？不，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。首先我本身不喜欢自由，再加上我结婚了嘛，就不需要自由了。西西，你喜欢看什么漫画？我可以回家陪你看。太好了。行吧，那么我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先行告辞。等一下。先走一步。